喺2026年嘅香港，有一個人，佢用咗差唔多39年時間去做一本音樂雜誌。佢冇同你收過1蚊，仲要係實體印刷，免費派發。同一時間，科技嘅普及改變咗你同我嘅日常。而家 AI 可以幫你寫情信，幫你作歌，連你想聽嘅唱片，淨係變成手機 screen 上面嘅一行字。喺呢個新聞係 Reels， 連處理感情都有條 source 教學嘅年代，仲有邊個會為一本雜誌去搏命呢？今集有排你講，我想同你講一個同時代有少少逆向，但係聽完之後我都反思咗好耐嘅故事。一個中4學生，因為返學掛住聽歌，搞到要留班，佢點樣靠住寫稿，創辦咗一本香港最後嘅音樂雜誌，由1987年開始派到而家。呢本雜誌個名叫做 Headlights， 係一本實體印刷嘅音樂雜誌。對音樂迷、Hi-Fi 迷嚟講，相信都唔會陌生噶啦。但係佢有幾特別呢？首先，佢只係講音樂，唔會講緋聞，唔好期望有某女星同某少爺關係嗰啲題材。其次，佢係免費派發嘅，你去到音響鋪門口見到，伸手就可以攞噶啦，連輸入個 email 嘅步驟都可以慳翻。第三，由1987年開始到而家，好多由創辦到執埋嘅媒體變埋歷史嘅時候，佢依然喺度。而佢嘅創辦人俾樂壇嘅人叫佢做行走音樂字典，佢會上電視做音樂評論節目，用專業嘅觀點講到你無話可說。呢個人佢唔係 DJ， 而係香港極少數敢作敢言，而且有料，肯講真話嘅麻辣音樂評論家 Manfred 汪黃啟聰先生。聽完呢集，你可能會發現，當所有嘅媒體變成 Reels 同埋 Playlist 嘅時候，有啲咩原因一本免費嘅雜誌可以活足39年呢？係唔係咁講真話嘅樂評人會比 DJ 更加難生存呢？而真正嘅品牌價值唔係靠流量嘅話，咁係靠啲咩呢？我哋馬上進入 Manfred 嘅音樂世界。如果你係第一次見到呢條片嘅朋友，歡迎你，我係 Roku。傳信世界呢個 channel 係專門拆解品牌背後嘅故事，帶你潛入佢哋嘅起源、血淚史。因為我哋相信每個品牌背後都有佢獨特嘅靈魂。如果你都中意呢類題材，快啲訂閱、like 同埋 share 俾3個朋友，等我哋一齊發掘更多嘅品牌故事啦！今集節目馬上開始。試想像下，一個中4嘅學生，全部同學都喺度上緊堂嘅時候，呢位學生哥就偷偷地匿喺圖書館嗰度，攞住一部 cassette 機，帶住個 headset， 聽緊喺唱片鋪得返嚟嘅錄音帶。佢手上揸住支筆，一路聽住音樂，一路就瘋狂寫音樂評論。佢就係 Manfred 啦。Manfred 好清楚自己對音樂嘅狂熱程度，佢將自己寫好咗嘅音樂評論拎去投稿。最初3份樂評稿寄咗去清聲、音樂生活同埋青年人週報。意想不到嘅係，3篇評論全部都被揀中咗。而最具代表性嗰篇就係寫皇后樂隊嘅評論啦。當年皇后樂隊紅嘅程度，可以想象為今日嘅 Blackpink 咁上下，直頭係輿論風眼神級 IP 嚟㗎。要評論皇后樂隊，最大嘅難度唔係聽得出啲乜，而係要好肯定自己嘅專業判斷唔會被輿論慢慢侵蝕。寫完皇后樂隊嘅評論之後，編輯仲專登開咗一個叫做 Manfred Column 嘅專欄俾佢。就係咁，Manfred 搖身一變，由一位中學生就成為咗一個專欄評論家啦。寫到後期，1星期佢幫10幾本雜誌去寫稿，啲稿費慢慢儲起嚟，可以買到自己第一套音響啦。對 Manfred 嚟講，嗰張第一期稿費嘅支票，比起一張畢業證書更加重要。因為佢代表住有人用真金白銀話俾佢知，你嘅觀點好有價值，值得被欣賞嘅。
去到80年代尾，Manfred 創辦咗自己嘅雜誌第一線，後來同 Best Buy 合併，成為咗今日嘅 Headlines。當時香港嘅雜誌市場競爭非常激烈，好多雜誌係靠明星封面吸引讀者，但係 Headlines 只做一件事，就係音樂評論。佢哋冇八卦嘢，冇緋聞，甚至會直接指出有啲歌其實係抄橋嘅。亦都因為佢哋大膽嘅評論，所以慢慢打出個名堂啦。但係好快，Manfred 發現咗一件好荒謬嘅事。每期嘅雜誌印1萬本，但係真正派出去嘅只有4成，其餘6成就喺個倉度等報廢。點解呢？因為當時廣告嘅價格唔係根據實際嘅銷量，而係根據出版商嘅印刷量，咁就會更加容易吸引廣告客戶噶啦。呢種做法就係被默許咗嘅行規啦。其實佢哋係發行規模同埋廣告優先嘅制度。只不過對於獨立編輯、細嘅雜誌社同埋好似 Manfred 一樣認真做內容嘅人嚟講，明明有讀者想睇，只不過俾個制度將佢嘅心血變成一堆廢紙。世事就係咁荒誕噶啦。嗰一刻 Manfred 明白咗一件事，佢哋輸嘅唔係輸俾讀者，而係個制度。之後佢做咗一個唔跟常理出牌嘅決定，自己派。Manfred 佢哋同唱片鋪嘅老闆講，老闆，免費音樂評論雜誌，買唱片順手送1本俾客啦。出奇地，唱片迷中意到不得了，因為行入唱片鋪已經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噶啦，仲要送多本純音樂雜誌，點會有人唔要呢？但係世事一言難盡同埋無話可說，真係可以同時出現噶喎。喺香港合法出一份期刊，每期係需要交一份樣本俾報刊註冊組。有一次 Manfred 收到一封信，信嘅內容係話，由於未收到樣本，請於1個月內停刊。但係事實上佢哋係交咗噶啦。佢哋同事話嗰日啱啱 lunch hour， 佢將樣本交咗俾一位職員，個職員仲話放低先啦，我一陣間會處理。結果官方記錄標記為冇收到。之後 Manfred 梗係打電話去解釋下啦，但係對方只係回應咗一句：我而家幫你睇睇，幫緊你，唔好咁勞氣。Sorry， 改唔到。嗰一刻佢明白，有啲制度唔係你肯講道理就可以改。1個月之後，佢將 Headlines 完全轉型，唔再同制度講經啦。佢將 Headlines 當成係學術期刊、純廣告嗰類印刷品咁樣樣，只會喺唱片鋪揾到佢哋嘅啫。呢本薄薄地細細本嘅雜誌，到咗今日，佢仍然喺香港樂迷嘅生活入面繼續佔一席位。大家有冇留意而家嘅評論？唔係一味讚就係一味鬧，真正有理據有論點嘅評論反而就越嚟越少。鍾達欣啦，3個字啦，3個字，噔噔噔噔噔噔咁啊，係啦。Manfred 就係嗰種用觀點講真話嘅評論人啦。佢搞緊 Headlines 雜誌嘅同時，亦都有喺有線電視嗰度做音樂嘅評論節目。佢會拎住隻唱片，逐段逐段咁分析拆解音樂。呢首歌究竟係致敬、改編定係真係抄橋？嗰段嘅編曲點解要咁做呢？呢首歌嘅時代背景係想表達啲咩？邊啲位又明顯可以做得更加好？有讚亦都有彈。講個秘密俾大家知啊！
有傳當年佢評論過香港一隊你識我識連對面單眼佬都識嘅樂隊㗎。佢指出人哋成段 chorus 啲 key 根本都唔夾，可想而知咁樣嘅評論梗係會得罪人啦。大家試下喺廣告商嘅角度諗下，天王天后品牌嘅形象全部都係燒緊錢嘅投資，收到任何負面評論，啲老闆梗係唔中意啦。當年仲未有得喺評論欄嗰度留 comment， 啲廣告客戶或者經理人公司係會直接打個電話入嚟電視台嗰度。不過呢啲商業壓力最後全部都歸咎喺嗰個評論人身上，最終呢個節目頂唔住輿論壓力，要收檔啦。見到呢個情況，好多人都會開始自我審查同埋自我懷疑噶啦。Manfred 都有問過自己，係唔係我講得太準，定係其實呢個城市仲未 ready 去聽咁直白嘅評論呢？佢都有猶豫過，有唔開心過，但係 Manfred 嘅選擇係離開電視，返去 Headlines 繼續寫評論，絕不投降。佢寧願少啲人睇到自己寫嘅評論，都唔想自己做一個淨係識得跟風向嘅評論人。去到今日，流量就係王道嘅年代，情況就更加變得殘酷，但係現實。如果你同我哋一樣都係做內容嘅人，應該會好明白一件事：當用理據去作出一啲冇迎合大眾嘅評論，有啲觀眾可能會中意，覺得你夠真，但係多數廣告商戶係唔會中意，平台演算法更加未必中意，因為平台要生存都係要靠流量同埋廣告嘅收益。跟風向嘅說話當然容易講啦，但係真正有理據嘅評論係可以幫自己睇清楚究竟自己中意啲乜，價值觀又係啲乜。Manfred 就係呢種寧願放棄流量，亦都要做翻真實嘅自己。音樂咯，係啊，呢件事即係俾咗我咁多嘢，都放唔低噶啦已經。係，就算你唔做，同埋而家叫做好多人都叫做行得出去，大家都認識一班朋友咯。咁大家有啲嘢搞一齊搞咁樣咯。其實搵唔到錢嘅，真係搵唔到錢嘅而家。以前譬如啱初寫歌就希望多啲人識啦，搵到錢有稿費。到之後出咗本雜誌啦，咁做埋呢件事啦，咁亦都行到而家有自己嘅書，其實不停晒噶啦，但係唔想停咁解啫。90年代，香港大概有幾百間嘅唱片鋪，去到2026年，數目剩翻唔夠1/10。而家話錢薄方面諗咯，聽音樂嘅人而家少噶啦，最大嘅罪魁禍首咧就係音樂唔使錢嘅而家。咁姊妹又點呢？ Because of the closure of online media,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faces extinction, or Hong Kong free press faces collapse. I just could not accept that sort of allegations. 唔係呢間因為某種原因而要停刊，就係嗰間因為不可抗力要結業。加上網媒嘅出現，紙媒嘅銷量當然係斷崖式下跌啦。當唱片、紙媒同時都逆風嘅時候， Manfred 仲堅持緊每期排版、寫稿、拎去印，然後送去香港仲生存緊嘅唱片鋪嗰度，照舊免費派發。好多人都會問佢呢個時代點解仲唔轉型啊？但係喺 Manfred 嘅眼中，唱片唔係一首歌咁簡單，而係整個創作嘅產業鏈。如果唱片如果冇實體嘅話咧，其實香港嘅經濟係有影響嘅，所以有一段時間好多人都退晒休嘅呢個行，有啲翻咗大陸去住啊，有啲轉咗去做 sales 啊，有啲揸的士啊，好多都有咁所以我覺得到而家我都堅持真係有實體唱片。一本雜誌亦都唔係只係得幾篇嘅文章，而係成個時代嘅記錄。演算法可以話俾你知你中意啲咩歌，但係佢絕對唔會話俾你知呢首歌點解會存在。而 Headlines 嘅評論文章就係可以幫你填補呢一片嘅空白啦。Manfred 嘅故事俾我哋一個機會問下自己，有啲乜嘢係
就算時代同潮流都唔認同，我哋依然會想繼續做嘅。對 Manfred 嚟講，答案肯定係欣賞音樂同埋寫評論啦。對傳訊世界嘅 Loco 嚟講，我會話你知係創作。咁對你嚟講，又會係啲咩呢？喺有排嚟講，我哋成日講品牌嘅歷史、商業模式，但係今日有少少唔同。我想留低嘅係一個真正值得講嘅品牌，唔單止係因為佢成功，更可能係因為佢俾我哋可以反觀到自己。你可能都曾經試過為夢想不惜一切，你都可能試過俾公司、平台當你透明，你可能試過懷疑自己，我係咪應該要放棄？人生入面有冇一樣嘢係你願意繼續用實體呢個方式去守護住呢？佢唔一定係一本報章或者雜誌，可能係一間小店，可能係一門手藝，亦都可能係一種生活方式。下次路過唱片鋪嘅時候，不妨入去兜個圈，見到 Headlights 就伸手攞一本，送俾嗰個仲相信實體仍然好重要嘅自己啦。最後，希望大家喺 comment 嗰度留低一個 CD 嘅 emoji， 等我同 Manfred 都知道你同我哋一齊聽完成隻唱片啦。多謝大家聽到最尾。如果想聽更加多創業家背後嘅排理、成功或者挫折嘅故事，咁就要記得訂閱傳訊世界，同埋 share 俾3個朋友，等我哋一齊發掘更多品牌背後嘅靈魂啦。Hi， 我係黃啟聰 Manfred， 我係 Headlights Magazine 嘅雜誌嘅創辦人。支持實體，因為揸住一張碟之後咧，你會發覺原來不停去揭住嗰隻碟，聽住嗰隻歌之後，你會更加 search 得更多寶貴嘅未來同埋寶貴嘅意見，開拓自己嘅眼界。我係 Loco， 下集見。